前搞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金门这几天拢大忙，零件都无好，飞行机无在调飞。这嘛造成金门机场等要坐飞行机的人上侪有1700多人，真侪人是等甲起配面，等甲西成地，批评航空站、民航局拢无人出面来说明，还因伫遐戆戆啊等。 伫咧金门机场有真侪旅客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等咧要转去。因为大防部金门自4月30开始就出现零件都无够200公尺的情形，和海空交通大乱。有旅客讲已经伫咧现场等2天1暗嘛，严过拢无看到相关人员甲高层出面来安答或者是道歉。我们已经滞留在金门到现在是2天1夜的时间，并且包括航空公司，包括在地的政府，除了没有人理我们，也到现在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继续滞留。 30取消的航班总共56班，受影响的旅客1315人次。到5月初日暗时6点，候补系统登记的人数1716人。严据民航局观察，现场实际伫咧等的旅客上侪时阵也只敢若200人，估计是旅客重复登记候补所造成。严据旅客等到火气拢压起来，伫咧机场内面发口号抗议。 那早上因为气候关系，那没关系了，大家可以体谅。但是下午2点多以后，天都开了，雨也停了，那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帮忙的？民航局讲会全面修正系统，和候补人数加实际等的人数共款，避免造成误解，并且也协调甲班机疏运。到昨暗时，还佫有50个人滞留。对有旅客不满，民航局讲会加强员工的训练，尽力为旅客解决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5月啊，爱开始报税啊！昨昏5月7日拄啊好是劳工休假，有人就直接冲去国税局报税。在这部是鼓励民众买当尽量用网络，也是手机啊，伫线顶报税。安尼就轻轻松松免排个免等，而且还佫有机会会当参加抽奖，头奖是20万的现金。名号请到5号柜台。 国税局人真济670万申报户都要特别注意咯。所得税申报5月7日开始，第一天拄好拄着网络劳动节休困，临柜现场人是客家10通通，真侪人透早就来报税。早报税早退税，因为退休了，用年纪比较大，比较不会用那个。不然另外请假哦，第一天蛮多人的，对呀、最后一天更多人，不过还好了，一般报税都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很早就报税，我们都没有拖到最后。今年报税维持法定5月7日到30日申报期间，现场未少劳动人表示，也习惯是临柜报税。财政部是鼓励民众应利用网络手机报税系统，免到国税局走一转，提出轻松报税，也可能参加抽奖，头奖是现金20万。 台北国税局中正分局客员报税人，现场专员详细教民众如何用手机报税。刚才从这个系统的统计资料来看，大概已经有完成申报的，已经有11万户左右。所得资料查到服务，因为我们从4月26号就开始提供服务，到目前就我所知，应该是已经将近有100万户的民众已经完成所得资料的查调。 李庆华也表示，今年基本生活费增加到20万元，民众应智慧所得增加，同时网络申报增加，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民众应下载检视所得，应交退税款资讯，真紧地完成财政部规划的明年成绩，加速应变修版本，希望应更加便民。记者综合报道。 昨昏5月劳动节，劳工是过一摆大游行，号召4千个劳工上街头，因替伫总统府头前集合，行去立法院。劳工团体表示，即马薪水低、上班时间长、固定假日都咧减少，若退休嘛无保障，加班的费率已经40年拢无变啊。因呼吁立法院爱支持修法，回应劳工的诉求。国会修法挺劳权，连续执政无蜜月，连续执政无蜜月。 手举标语大声喊，全台湾劳工的代表来到开道，伫属于家己的节日，徛出来争取权益。劳工的代表讲，台湾劳工薪水低、工时长、固定假日减少、退休的保障无够，以后人权甲移工劳动环境愈来愈恶化，连保障劳工权益上底线的劳基法，事实上煞变作是上悬的标准，根本是愈修愈倒退。如果到计划修2，我们劳工要不要跟他们拼啊？要，别个表哦，要。 劳团讲到特别接劳动部长的何培山，朱总统热强调，
甲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是捌互劳基法愈修愈倒退3个人，而且拨行动局来甲因扣洗。砍价删光光，年金砍光光，轻的做公的。劳团呼吁劳基法爱阁修，进前甲7天的固定假日裁掉，这应该向互劳工。劳提薪制，头家人提800块退休金，拢已经实施19年啊，早就应该提悬。还有加班费的费率，每当一直拢袂顶袂当。40年来，加班费都没有去调整，希望也透过这个机会，针对加班费要做一个修正。所来游行的队伍去立法院外口，拿着白3党的党团，嘛派代表听劳工的心声。主办单位嘛准备2粒球，为队伍的上尾慢慢练到舞台头前，要求各党团伫选举进前挺劳工的政治承诺，都要照拼照行。别摆烂，挺劳工，要修法，护劳权，别摆烂。落尾下任的总统蔡英文，透早伫人面册甲劳工讲辛苦啊，强调伊执政8年，持续提升劳工的权益，包括连续8年起基本工资为每个月2万块，到今年27000外。也若孙总统赖清德嘛伫人面册表示，民进党一直甲劳工徛做伙。就任了后，会透过无共政策，确保劳工的权益，包括维持劳保基金稳定运作，举办大型游泳假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水气同款较高，东北部天气会感觉较凉，嘛到有短时间内的强降雨，乡亲就要细致。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宜兰、花莲天气会感觉较凉，日时的高温大约是23度至26度。因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高温有30度至31度，各地早暗的低温是21度至24度。因为后面通过，今仔日水汽同款较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外岛拢有短暂阵雨，也是微光雨，嘛有机会熬出现短时间内的强降雨，乡亲一定爱细致。若到暗时啊，即阵中部的山区、花莲有30雨尔，明仔载东北季风就会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也毋过同款嘛是爱细致，有短暂阵雨，也是微光雨。西半部在落大水雨。台南、高雄拢有露出灾情。台南的安南区就有车路凹一坑，大约有2米宽。若高雄的公山甲人武嘛有物件互风扇甲倒去，而且佫造成失电，加载无人受伤。永嘉规个起气，吊伫电缆线顶悬，早起高雄透大风。人武北湖社区，这栋徛家长的时间，永嘉是去互风扇起气。电箱啊，这边电波条迄边安尼悬空安尼尔，没倒塌啊。倒下来了，这样怪这样，有2个警察在那里。部分的永嘉吊伫电缆线顶悬，附近是断电维修。这2天公山伫办那卡会，袂少反下来遮摆摊啊，真侪档的布棚去互风扇甲规变去。云雨带中的对流性的这个雨跟风影响确实在像是弥陀区啊、左营区、前镇区都有出现8级的。强阵风，高雄透大风，也若台南是30暗时开始落大雨，造成安南区城西街2段、我迪白港桥迄块的路出现差不多2公尺宽破坑。差不多昨下晡2点外的时，就开始大坑小坑一直崩了啊。到好3、4点的时，就是像像这个情形啊。那如果就做一个必要的紧急处置就对了。后续施工的部分的话，我们一定也赶快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考量。初一过后，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雷公雨的特报。屏东小琉球的民众观测到天顶有一条真高的云，嘛出现上大雨的情形。高雄气象站讲，主要是台湾海峡的南边有一条对流，较会出现明显对流系统，或者是过道雷公雨。按算初二之时啊，台南以南也是会有雨。到初二暗时啊，或者是初3之时啊，才会较好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会当讲是真无稳定，连咪落大雨，连咪阁出日头，所以嘛有真侪菜园仔的菜拢烂去。云林西的果菜市场就表示，最近叶仔菜类拢有在起价，大包挂价1公斤20块起到28块，亲像汤丝仔菜也阁有土白菜拢起1倍。农民节在无因采收白菜，但受到近期气候无稳定的影响，云林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阁出日头，导致真侪叶菜类出现烂去的情形。
都温度较悬啦，落雨天搁出日头，就温度悬，当然嘛是较歹过啊。系啊。实例果菜市场表示，以近期半个月菜价来讲，规体菜价每公斤20块起到28块，其中个油菜类起价幅度超过3成上济。小白菜啦哈，它几乎是翻倍了哈，在半个月以前，它是每公斤大概漂亮的是20块了，现在都涨到40块以上了。来到自助餐店，工作人员就讲，近期油菜类买成本增加1到2成，为了留住人客，只会当家己吸收成本。青菜啊，因为这边的人都习惯吃青菜，所以成本我们就变成要自己吸收。对啊，自己吸收。实例果菜市场指出，目前所在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悬，如果天气搁出日头，会有部分的油菜类搁有烂去的情形，因此油菜类的价数惊细，搁有起价空间。但花果类的价数起价幅度相对就较平稳，去中国有报道。介绍请大家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有一场10月嘅大石渡村厂，因为新北市政府无核准相关的水土保持计划，一直无在调启用。最近呢，台电有和新北市政府达成和解啊。新北市政府即马有答应讲3礼拜内会完成核定。另外，有卡关的核市厂10月大石渡村厂废水的计划，台电是表示，因会比照核一厂的模式去协商，总共有顺利摕到许可，希望会当伫2026年来完工。来看联合报，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昨昏有审查2小新北社防治条例修正草案。初审有通过第8条，要求网络业者爱伫24点钟内移除犯罪资料，而且阁有3种特定的情形下，主管机关为发布，会当直接把这个网站查封还是关起来。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有北京报纸也是新闻单位拜节时，因伫纽约的联邦法院控告开发人工智慧技术的 OpenAI， 也有微软公司 Microsoft 侵害因的版权，讲因无经过因授权就使用因的新闻内容去训练 AI 机器人。即马世界人民币。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以哈战争还搁咧拍。哥伦比亚总统对外宣布，伊要和以色列断交，原因是伊批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这场战争犯下种族灭绝罪，因无法度接受。Que mañana se romperán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el Estado de Israel por tener un gobierno, por tener un presidente genocida. 哥伦比亚总统佩佐是国际劳动节活动顶悬，伊宣布要和以色列断交。伊形容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就是一场种族灭绝。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嘛有伫社群平台顶悬有回应讲，历史会记得哥伦比亚是和怪物徛共边的。也若哥伦比亚即卖因为以哈战争和以色列断交，刷落来国际局势会安怎发展，外界嘛拢在看。嘛是因为以哈战争徛无共平，即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发生真恐怖的暴力事件，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即马双方是爆发真严重的冲突。目前也唔知影，也无清楚偌济人受伤，也毋过因为场面伤乱啊，学校宣布停课。伫咧镜头倒边，即个穿乌衫的查甫人，甲手内烟火，等过过伫咧双方镇压中的反枪区。已经更加正安的局势，规个逼开，双方开始起骹动手，但吹人拉索，盾牌被杀倒，提叉口互相攻击。UCLA 学生报纸每日上报的消息是讲，有一阵以色列支持者想要甲学校内面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兄弟拆掉，一位挺巴勒斯坦的学生讲，是挺以色列迄边甲局势升悬，煽动暴力。They were coming up here and just like violently attacking us. 警方被批评反应慢钝。UCLA 负责策略沟通的副校长马里大破讲，冲突发生了，警方是赶到现场，并且讲两边起骹动手是可怕的暴力行为。学校3日宣布，提克森矿场内面的爆棚兄弟是非法集会，但是拒绝和执法部门介入阻止这场地理上也算和平的示威活动。在咧过去的48点前后，两边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保守维安的范围甲能力也规个扩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因为伫马来西亚有真侪穆斯林，嘛为着表达反对以色列去攻击加沙地区发起抗议。马来西亚即马连美国嘛抵制在内，美国连锁的一寡品牌，亲像肯德基、甲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间分店收起来，无就是暂停营业。另外，伫中国黄金周已经开始，中国的旅客无亲像较早，拢走去香港。点头就讲，因的生意无好，真侪店嘛拢已经收起来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肯德基门市就南山的顾客，马来西亚有60%的国民拢是穆斯林。自从以下冲突爆发以来，所有被认为亲以色列或者是甲以色列有资金往来美国连锁品牌，亲像肯德基，拢互穆斯林民众强烈抵制。自经过几个月期末了后，马来西亚的肯德基有高达100多间门市，毋是倒去，就是暂停营业。其中吉兰丹地区是重灾区，有将近80%的肯德基，差不多21间分店被迫关门，柔佛也有15间店关门。有马来西亚肯德基经营权的公司 QSR Brands 集团伫马来西亚总共有18000个员工，其中有高达85%是穆斯林。当地媒体报道讲，安尼巨尾行动已经互当地民众失业。马来西亚民进党书记主席何东强就指出，若政府无设法挽回或者是结束，会惊遭外资拖累国内经济，加入两败俱伤的局面。新加坡海峡时报是报道 ，QSR 集团是借这机会重整各分店来维持盈利。马来西亚支持巴勒斯坦组织也出面澄清，肯德基毋是因针对的品牌。另外，中国五一假期伫5月7日开始，香港入境事务处估算，这5天假期会有590万旅客出入境香港。不过，当地点头煞摇头甲面，因为伫新冠疫情滚价3年了后，储税欠款已经无亲像过去中国观光客客满街路景象。伫旺角经营一本礼品店12年的头家都挡袂落去，无奈甲想要哭。伊讲，若无关店，根本无钱付储税。因為好多香港人咧，可能係去咗日本玩啊，翻咗大陸啊咁樣，或者係覺得係一個係其次嘅問題咯。重點都係我哋做嗰班客人咧，好多人都係即係移咗民。真濟點頭講，香港嘅購物區攏無人去，世界人嫌過少，街仔攏是店面尾隨出去嘅廣告。香港喺去年重新開放中國旅客員工，按照根據香港旅遊局統計，2023年中國旅客去香港旅遊人數比2019年疫情爆發之前下降13.6%，就連中國旅客消費率也下降36.4%。2019年中國旅客平均每天嘅消費也是2000港票，2023年只有1000港票，因講是每人每天只有3300台票。公司新聞先錄背編譯。再回變朋友。印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亞是爆發真大條的武器失蹤案，因的總統是指控軍方官商勾結，甲偷摕100多萬粒槍支甲手榴彈，甚至也有幾十粒飛彈嘛碰見。這武器有可能已經被互武裝分子，也是走私去國外。哥倫比亞境內武裝團體作亂一家子，因定定甲販毒集團互相交結走私武器，也可能將原料金動到軍方身上。最近，中部2個軍事基地發現有大批彈藥碰見，總統佩特羅公開指控碰見武器有可能流向武裝游擊隊。Que la única manera de explicar este tipo de faltantes es que ha existido durante un largo tiempo redes integradas por gente de las fuerzas militares y civiles dedicadas a un comercio masivo de armas usando las armas legales del Estado colombiano. El destino serían sus demandantes, en mi opinión, a grupos armados en Colombia. 佩特罗表示，碰见武器包含超過130萬粒，5.56毫米的槍支幾十萬粒，其他口徑槍支幾千粒手榴彈，這炸藥也有39個以色列製造的飛彈，其中2個是反戰車飛彈。伊懷疑軍方內部有人透過官商勾結，將武器賣予武裝團體或者是導致國際誤區，點名走私國家可能是海地，因為去到遐坐快艇至少7點鐘。Necesitamos indudablemente separar completamente la fuerza pública, como cualquier otra rama del poder público, de cualquier hecho de corrupción. Es la única manera para garantizar la seguridad de la ciudadanía y también de las mismas fuerzas militares
佩托罗已经下令司法单位彻查这个贪腐的建设代，要求安曼图军中毒瘤。各国国防部长表示，目前有关军方人员已经被调职。公司新闻在回应评价。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华府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公布民调，大约有8成的美国人已经连续第5年对中国有歹印象。真侪人是拢认为限制中国的实力，即马是美国第一要紧的代志。若讲到美中关系时，只有6%真少数的美国人甲中国看作是合作的对象，超过1半以上的美国人是甲中国看作是竞争对手，无就是敌人。来关心日本媒体有报讲，今年日本的黄金周是日本 COVID-19 疫情转好了后头一个大型的长假，也毋过受到日票变薄、物价起的影响，日本人有改变旅游的模式，拢是选计较低、离较近、较少工的短期的旅游。日本的大型旅行社就表示，今年日本的黄金周头上济的是去韩国的首尔，第二济是到台湾的台北。因为以前亲像这款长假，日本人拢较介意去美国的夏威夷较济。来看最近东南亚真侪所在有出现小影热流，所以真侪学校拢提早下课，因为用电量嘛创下新高。越南的中部、南部就拢出现高温，嘛因为无落雨，也够热，即马越南的南部有水库，水位上低，鱼仔拢死了了，有几啊10万尾鱼仔死去，死鱼仔有200栋这么多。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的联准会宣布无要升利息，嘛无要降利息。联准会主席鲍尔是表示，今年甲打虽然美国通货膨胀的数字有咧降，也毋过也无到会当降利息的坎站，也佫需要一段时间。也毋过鲍尔嘛表示，升利息的机会嘛无悬。经过连续2天的政治会议，美国联准会7月宣布，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伫5.25%到5.5%，就如外界所预期的，利率连续第6遍无震荡。So I think, and we think, that policy is well positioned to address different paths that the economy might take. And we've said that we don't think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dial back our restrictive policy stance until we've gained greater confidence that inflation is moving down sustainably toward 2%. 经济学家拢认为，通膨加美国经济会伫今年下半年进一步降温，鲍尔也认同。不过，伫即马经济依然正强，再加上通膨继续停掉的，这个会互联准会延后降息的时间。但是鲍尔讲，劳动市场上意外正歹，第一遍降息的时间可能会变早。I think it's unlikely that the next policy rate move will be a hike. I'd say it's unlikely. When we get that confidence, then rate cuts will be in scope,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that will be. 就照大家所预期的利率无变，美国股市伫咧7月有起有跌，道琼工业指数去87点，不过标准普尔500指数加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拢小可跌。公司新闻郑伟林将建讲评析。镜头来立法院，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因为提出袂使起电火钱的提案，而且伫立法院已经表决通过。也毋过，即马经济部是强调讲，起电火钱是遵照电价审议委员会审议的结果。若是无法度起电火钱，安尼对台电的财务影响会真大，而且嘛会害咱国内送电无稳定。也毋过，国民党和民众党即马是批评政府，应该爱检讨的是咱国家的能源政策。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嘛讲，因要修改电业法，未来嘛讲电火钱有要起，就爱经过立法院同意。若要提限电价卖起，伫立法院用人数优势表决通过。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俄乌战争和国际燃料成本一直升起来，台湾相对其他国家伫起电火钱方面已经采取较温和的态度，造成台电了钱。若无起电价，对稳定用电是不利。这样的一个挑战事实上是对台电非常重要。然后否则如果没有办法这样挑战，那对台电的财务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也不利于
台电稳定供电的一个功能。民进党主席柯文哲表示，那经济部解说有理，并无反对起电价，不过提出三大质疑，认为政府爱检讨能源政策。国民党是炮火连连，真想去批评行政院无要插立法院的决议。放回今年经济部有产审查，除了人事费用甲一般性补助费用以外，其他考虑全部冻结。另外，还阁修电业法第49条。我们会在这个礼拜五立刻抽出电业法49条来进复二读，我们会正式来修正电业法，让未来电价的涨跌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国民党团书记长洪明凯表示，立法院决议有法律效力，呼吁行政院唔通擅自扩权，甲民意来对抗。不过经济部也讲，4月7日起电价是依法办理。国民党团见招拆招，7要提出修法，互未来电价决议爱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立法院联席会议排案审查 NCC 组织法，邀请主委陈耀雄来质询，煞是引起南北立委的不满。会议才开始拄无10分钟就起冲突，南北是搁提出临时提案，认为陈耀雄破坏现前的体制，爱甲伊送监察院。虽然民进党团反对，也毋过在野党的人数较济，尾也是有表决通过。立法院司法交通联席委员会排审 NCC 组织法。邀请主委陈耀雄质询，民进党立委黄国昌开始质询无到10分钟，双方就起配面。那个叫行政书，提供资料什么不是行政书 ？NCC 跟立法院对干，这个资料我们让委员通过啊。今天让大家看到什么 ？NCC 哪来的合议制啊？因为不满陈耀雄的态度，第台卡的国民党立委谢龙介是去甲邓伊邓到大声咧。民进党立委林国成甚至爬起来就要冲过，民进党立委是赶紧甲砸落来，也那调委吴宗宪嘛赶紧出来斗排解。出力去，滚出去！你在干什么？啊！大家停下来。南北立委会遮尔心共会道，是因为立法院镜电视调阅小组真正要调相关的文件，不过去 NCC 拒绝，讲希望先理清敢有符合法定的程序。要调阅资料也依照程序嘛，我们给资料也是依照程序嘛。针对陈耀雄的讲法是无法度接受，南北提出临时提案，讲陈耀雄破坏宪政体制，应该大力谴责，移送监察院。虽然民进党团反对，不过在南北人数的优势之下，也是表决通过。另外，在野党嘛对行政院前一天公布的 NCC 委员提名人选有意见，因为主委这个位是按算甲目前的副主委洪标忠升起来，还有包括台师大教授陈炳宏。世新大学助理教授罗慧文 ，NCC 北大事业管理处长詹义莲。这个提名这4位啊，过的几率不高，不通过以后你就继续做，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陈耀雄回应讲，提名权是行政院长的权力 ，NCC 是表示尊重。因为伊认为讲，这4个人拢真专业，嘛强调伊任期满了后，就当去好好教册。就算新的委员提名无过关，伊嘛袂阁继续做这个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中综合报道。伊若准总统赖清德伫即个月5日控要上任，中国解放军敢会进行伟大军演？国安局是表示，6月至11月基本就是中国固定军演的季节，敢会加强对台军演，国安局会斟酌注意。中共继续伫咧台海有军事行动，国防部伫咧7月发布，总共征集强舰7台次出现伫咧台海。国军运用任务舰甲华地飞弹监控应对，针对准总统赖清德5日控就职就要到啊，中共是毋是对台湾实施围台军演？国安局长蔡明安分析，中共对台是采取火箭2种手法，影响未来新政府两岸政策的走向。再加上6月到11月拄好是中共军演的日季，所以将做大家注意的焦点。从6月到11月份，因为是中共它例行军演的季节，所以这个部分在进入了中共军演的热季，中共会不会借口来进行一些军事的演习，来对台湾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安局目前正在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讲，无人想要烧战。蔡明安强调，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台湾上悬的战略目标。也希望两岸会当加强合作，避免情势失去控制。另外，国民党的立委黄仁随团访问中国，被质疑有泄露国防的疑虑。民进党林楚英指出，
认为有可能将这设备的漏洞应该修法管制到大陆。作弊案回应讲，反渗透是国际主要立法的趋势，但是国民党的马文君正不满。反呛声讲，民进党是自我限制。过去几年，我们的法规规范里面，对于行政部门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蛮严格的规范。那假如立法部门也能够有相关的讨论，或有一些相关的规范，我们也不要做国会外交啊，你哪里都不应该去。今天是你自己身份，还有你自己的行为，自己要去把它拿捏，犯法就办，包括过去的一并来查。针对着如何强化国家关键的基础设施，作弊案表示。会做好双闭环系统加巡检的机制，因若中共嘅保守国家机密法生效，作弊案回应，这项法案授权第一线查查人员正大权力，并且强调或将党嘅领导。国安局会继续对中共嘅内部发展收集情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咱来关心今年2月有一个姓简的查甫人赛车弄死巡逻员，还佫冲入去北岛派出所弄死值班台警察。这个专案经过2个月侦结，侦办了后，检方是指出讲，会当确认被告当时是急性精神病压起来，因为被告即嘛已经死亡，所以专案侦结无要起诉。用头提拖拉机弄入去派出所，迄当阵这一弄是互北岛分驻所一个警察无名，弄出这大条的姓简的查甫人，伫案发进前，搁伫台62线弄死巡逻员。今年2月，这个案件经过警方2个月调查，所以侦查将结无起诉处分。简某当日应该是因为急性精神病发作，才对这些素不相识的被害人发动致命性的攻击。那本案因简某业已死亡，给予不起诉之处分。侦结无起诉，就是因为被告在做事了后，就去弄冰高度，结果随后火车弄死。检方追查动机，发现被告伫113年2月，经过病医诊断，伊有急性的精神病。伫案发进前5点钟，伊阁真紧张，走来甲警察讲有鬼在甲肉。伫日常生活，伊和被害人并无熟悉，但是2条无辜的性命都安尼无啊，就先家属永远的疼。这个案件会着重在他的法律协助会在民事的部分。那这部分呢，我们的分会也已经安排律师去做法律咨询。那后续我们也会尊重家属的意愿，提供他有关民事方面的这个诉讼上的协助。顺治的警察一家伙仔是愿意提告求偿，环保协会提供协助，但是因为专案是车祸被害死亡，无适用犯罪被害补偿金，被害人家属阁被申请200万的特别补偿基金。这个被告发生了后，更加互警察驻地的安全强化引起讨论。进城的各县市警察局，他们有强化，比方说有那个防撞杆嘛，那比较中期的部分，我们在争取预算，已经全面调查，要来补强，包括那个值班台、防撞组等等。嘉义台北市有真侪派出所的门口拢有停乌托邦的菜交通间，警政署长吴明昭讲，这是初步方法，持续争取经费，中长期统一规划，设置防弄调节的方向来加强驻地安全。只是敢若现行的作为有基层的反映讲标准无统一，中央嘛无去正视驻地设计和选址这根本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中华宝岛路段因为班机火结果了后爆开，内底面也是硬飞，赛车经过的人拢有受影响。另外，伫南投的草屯嘛有班机火的面硬飞，医生即马就表示，过敏的族群若有瓦根，建议挂喙罨。民众赛车翕到这白色的面一直安尼飞过来，看起来就敢若在落雪，但这是时速超过100的国道，驾驶人真烦恼，会影响到看路。分析是多少会，因为会想要看，对我们驾驶人在那个行车安全的话，多少会有一些危险。当年3、4月份是班机火的开花期，5月是班机火结果的季节。那季节爆开了后，这班机的面就会对风飞走。虽然讲看起来敢若5月在落雪真水，但是国道警方拢会提醒讲，在国道1号的北斗路段拢会有这种景象，驾驶人赛车是更较应该提高警觉。说不要让这个美景影响到我们驾驶的安全，在这边就是呼吁说，驾驶人就是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在南投的草屯嘛有这种5月雪的景象，地点就伫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的草坪，虽然看起来是真水，但是最近因为有风面，有时风真透，有时大日头，一大堆面安尼世界杯的医师提醒讲，有可能会引起过敏。
有过敏体质的患者，在遇到木棉花絮的时候，容易引起眼睛痒、鼻子痒、鼻塞、咳嗽，甚至引起气喘。医师讲，这物啊，拢是吸入性过敏原，对呼吸道含过敏族群，较会造成刺激。若是无遐严重的，就会咳嗽；若是较严重，有可能会引起下肢。提醒民众，若这个时期要出门，就要做好自我防护。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垦丁国家公园协助梅花鹿探证，野外族群数量即马大概有1500只。不过最近呢，煞发现传出讲有人去拍啦，目的是要取梅花鹿的鹿种和鹿角头。即马呢，垦管处是表示讲，因会继续追查，嘛鼓励民众检举。警察发现有可疑的人，而且还查到蜡枪甲火药。这是今年年初，警方甲垦管处联合稽查的时阵发现的。不过，迄当阵并无看到动物的尸体。最近在地有风声讲，有梅花鹿去互斩首，居民是真痛心，家己做传单，内底写龙盘草埔风景区是盗猎者的鹿园，是梅花鹿的亡仔埔，希望会当阻挡这个情形。民众讲，演过清在伫个草埔啊，看到规阵的梅花鹿。不过最近会当讲拢无得看。去年8月中，垦丁国家公园内底，伫个港口溪水尾桥，嘛去有环团发现2只梅花鹿的尸体，倒伫个草埔内底，为颔棍啊互斩断，头壳互偷摕去。针对梅花鹿盗猎情形，本处也跟保七总队第8大队执行联合夜间巡查，来加强取缔。垦管处表示，会甲警方加强稽查，嘛强调梅花鹿虽然毋是保育类的动物。不过，伫个国家公园内底有猎捕的行为，也是属于违法。若经过调查是事实，上当会当罚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关心英国国家艺农头一摆和咱台南奇美博物馆合作，推出4个月展览，对拉斐尔到梵谷。这个是拢集中展览50位大师正讲正本的图，无论是文艺复兴，也是印象派，拢有。带乡亲来先看先赢。乌雕伫草埔咧飞，画家真活，互看的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这幅是真出名的画家梵谷1890年的创作。另外一幅互杜丁家乡的查甫囡仔，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以戏剧性参光纸做特点落去画。这本正爱伫英国国家艺廊才通看到。这回介艺术的乡亲真有福气，200年来因头摆来台湾奇美博物馆做展出。来这一抓就会当甲50位大师的正本看好瞧。第一个单元是有关于文艺复兴初期以及盛期的一些绘画作品。那第二个单元是南方以及北方的巴洛克的艺术绘画。那第3单元呢是18到19世纪一个壮游风潮带来影响的以及英国绘画作品。那第4单元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印象派的许多大师的代表作品。这摆国际大展包括有拉斐尔、雷诺瓦、高更甲梵谷等大师，继续用5200原作来呈现13世纪到20世纪西洋艺术的重要时期。英国国家艺廊馆长指出，因整合侪经典作品伫咧遮，打造敢若像缩小版的国家艺廊。5月7日是英国官方200周年，因毋望透过遮的多元艺术精华，互大家有独一无二的感受。We have sens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there'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National Gallery's activities and in European painting among audiences from Asia. Of the gallery's bicentenary, part of our gallery is undergoing major capital works, so it was possible to bring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ictures in the gallery to Asia. 亚洲巡回特展上尾站来到台湾，这场西洋画展初期正式对外开展，展期到9月7日。刷来的展品应该会提转去伦敦做展示，嘛留下历史性的一刻。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本色要减用塑胶鹿啊上效。新竹县的北部乡即马公有市场对昨5月7日开始，大商袂阁主动提供塑胶鹿啊，互来买菜民众。施行的头一天去买菜的人拢讲真袂关心。也若新竹县的环保局为着要推广这项政策，初期嘛有推出活动，民众家己抓鹿啊去买菜，就会当换一份礼品。猪肉台头家甲剁好的猪肉，放入去头家准备的塑胶鹿啊。政策推动的头一天，
大部分的民众去菜市仔买菜，真侪嘛是拢无家己炸茶啊。新竹县北部市场对5月初1开始，打商袂阁主动提供塑胶茶啊，新措施都实施反应无同。有的人他不是说他拿到有可以装就好，他要用一个拿回去，只是制造那个环保，是不是？现在人家都推行减碳，那拿回去都丢垃圾都烧掉一大堆，是不是？所以你觉得这政策很棒，对不对？很好啊，乡下都是老人家比较多了，几乎都是还是要袋子。就算他今天带那个，他自己带个提袋来，我们还是要用到这个，绝对要的。塑胶袋比较方便，我拿回去进冰箱比较方便。其他的不方便。如果没有给塑胶袋嘞？那我不买。新竹县环保局表示，大家意见政府拢有听到。因为目前市场用塑胶落的量上大，才希望对市场来推广，也是会鼓励民众去买菜时，会当家己传茶啊，大家传好惯势，会当减真侪塑胶茶啊。那其实大家目前也已经知道，我们在一般的超市、量贩店、书局、药局也都没有主动提供民众免费的塑胶袋。那为了扩大这个政策的一个推动呢，我们今年开始在跟北埔公所合作，在传统市场也来做一个。不提供塑胶袋的活动。环保局也建议民众买鱼买肉会当家己炸鸭肉去底，买两个塑胶鸭肉抓鸭肉卖蛋，会当搁摕去买两，减用塑胶会当对生活中做起。另外，为着鼓励民众做惯势，10月份进前只要家己传茶啊来北部市场买菜，会当换小礼品。环保局讲，若是减用塑胶的效果袂歹，会继续推广去别个乡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乌桥粿、草仔粿、甲红菇粿，这拢是咱台湾传统的美食。伫云林岛南就有一间咧做粿咧卖，也毋过因无店面，拢是老头家家己骑一台奥多摆，沿路咧画，沿路咧卖。伊号叫做红菇粿，打是换时势接手咧做粿，因讲要甲红菇粿精神继续传落去。红菇粿，听到这声红菇粿，岛南人就知影红菇粿来啊。互人叫做红菇粿的陈风叔，对少年就开始做粿。过去伊会骑一台奥多摆，沿路画卖红菇粿。那1点爬起来，做到天光到6点，9点啊卖再去岛南卖。为着要互人客食到上赞的粿，对磨米、包料到炊粿，逐步都卖凊彩，实实在在来做粿。路中地粿地到车皮。也伫咧红菇粿粿醒了后，伊的时势就甲粿铺搭起来。那时候公公生病嘛，就没办法做了，我就傻傻的跟他说，不然我接起来了，我就跟我老公马上接起来了。是故我甲粿铺搭起来，开始用心做粿，无要互老头家失望。我批选在地好米来做，用天然的红壳、草仔代替色素染色，专工经当季的食材来包鸭。红菇粿换人做，滋味同款好。坚持老头家做粿的精神，也伫咧经营，是对时代咧变化。又怕说你去卖没有完，网络上就是人家订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就不会担心。打网络发达，粿铺嘛对过去骑车贩卖变做伫网络注文。虽然即马岛南已经无通看到红菇粿伫街路贩卖的形影，毋过顶辈做粿好手艺，因为下辈拍拼是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针对台语这个名称有咧讨论，台语团体有提出文献来证明讲，用台语这个称呼其实是用足久啊。1960年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为着要推动国语政策，才硬用闽南语来取代台语这个叫法。即马有立委是徛出来呼吁教育部，唔通阁用闽南语啊，爱甲闽南语改做台语。针对台语这个语言名称，根据文化部的调查，有7成的人用台语来称呼。教育部却坚持用闽南语，搁互中国学者摕来打压咱台语的叫法，引起学者和民众的不满。有台语团体提文献指出，其实1960年代进前，国民政府也是使用台语的叫法，是1960年代了后，为着要强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才要求甲台语改叫做闽南语。闽南语这事颠倒是。国民党政权伫60年代为着要推动国语政策，才开始使用的一个算做讲政治上的名词。咱教育部爱带头开始来
带动来使用台语这个名词。另外，台语团体嘛强调，台湾的台语早就融合关注闽语、客语和日本话等等，是台湾几百年的历史累积起来语言，和中国的闽南语在各种语序和用法拢有真大的相差。针对这届的争议，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要求教育部要巩固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尊重台语族群对家己母语的称呼。我感觉用台语这个名字应该较有咱的台湾的主体性，我是支持把这个名爱统一甲对啦。咱看要来开公听会，还是开座谈会，我感觉这种会使叫人爱去做的代志。同时，我嘛要求教育部，伊要把这个代志、这个声音提转去，互因相关的部门去研究。立委陈培如表示，伊支持用台语来代表语族的主体性，伊嘛呼吁教育部莫阁用空讲，也是无社会共识来议题。陈培如表示，伊也拍算要求教育部开公听会，也是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民间团体等等做伙来研究。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镜头来日本。日本山梨县的富士河口湖顶，才有一间超商。这间超商的门卡口就会当翕到完整的富士山，所以呢，游客真介意伫这翕相，人是吵。也毋过人遮济，嘛影响附近民众的生活。最近社区就决议讲，要用乌色的布，甲富士山的风景规个扎起来。游客组织伫马路边仔的人行道开始翕相打卡，互出入超商停车场的消费者爱真细致开车。日本山梨县的富士河口湖顶以富士山的景色是真出名。有游客发现一间罗森超商会当翕到美丽富士山景，甲相片传去网络了后，吸引真侪外籍游客去打卡留念。也毋过游客人伤济，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朝の4時5時頃から写真を撮るね、また声が大きいね、愛想がね、荷を積んで出ようと思ってもね、この通りが下手をするとここら辺で古城祭みたいにもうすごい人だかりになってて。除了噪音甲影响出入，尤其凊彩乱撇粪扫，也是无遵守交通规则，凊彩弄马路，甚至是甲弄入去私人徛嘅用地，拢互居民真困扰。虽然地方驻地单位有设立告示牌，搁且保全人员来管理，拢无路用。最后驻地单位决定要设置管人工厂外长20公尺的乌色布来挡掉富士山的山景，阻止各种乱象。マナーさえ守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ちょっとマナーがちょっと気になるところがたくさんあって。随着日票继续不影响，互真侪外籍游客拢去日本旅游。暂时搁拄好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互真侪日本国内民众考虑出游的地点，拢会排除外籍游客人济所在。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原本去年旅游真受欢迎的大阪京都，就因此互日本游客排除。颠倒是以东京为主的首都圈，因为有千叶县的迪士尼乐园，加上东京都内有新的主题乐园甲饭店，颠倒吸引国内游客去耍，嘛互东京千叶成做日本国旅上好的选择。这是日票半，嘛互每一人的国旅消费平均一个人增加36100块日票，接近台票7500块。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17度至27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
小琉球海坪破坏严重，屏东县政府4月份开始派驻人员伫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规规着强制驱离，7月。